歡迎嚟到百明哥嘅 channel， 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。年輕一代嘅朋友有冇聽過電影有午夜場呢？嗱，80、90年代咧，電影午夜場咧已經好巴閉，係一定爆滿，一票難求。午夜場放映嘅時間咧係11點半，散場咧都差唔多係半夜1點半鐘啦。咁好多人咧仲要食埋宵夜咧先翻去瞓喎。咁所以戲院附近咧好多酒樓食肆咧都開到好夜。另外，大家有冇聽過咬謝幫呢個字眼呢？咬謝幫咧係代表午夜場客一邊睇電影一邊咬謝。哇！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戲院啊成地殘渣嗰個壯觀情景啦。當年戲院門外咧係堆滿咗小販攤檔，賣栗子啦、賣蔗啦，好好生意。戲院門外嗰啲的士咧仲大排長龍，等候午夜場嗰啲散場客啊！當年啲戲院咧都係大戲院，座位咧最少都過千人嘅，有前座啦、後座啦，仲有啊係樓上2樓係叫做超等嘅。咁中文電影咧一般都係星期4開畫，星期6午夜場咧就等於做首映，導演同演員咧都會先睹為快嘅。午夜場嘅觀眾亦都好直接㗎，好睇嘅地方就叫好，好笑嘅地方就大笑，好笑好好睇，你會全場拍掌。導演同演員咧聽到反應咧就眉飛色舞，相反咧唔好睇咧就鴉雀無聲，咁都算係好彩啦。非常唔好彩嘅話咧，觀眾又有噓聲大叫回水，有嗰啲野蠻嗰啲咬謝幫咧，仲會割爛啲耳，俗稱割凳。所以導演同演員咧心目中嗰套戲拍得唔好咧，都唔敢去睇午夜場嘅。我記得當年睇午夜場咧，有一套戲咧，嗰啲咬謝幫因為套戲唔好睇咧，要等個導演出嚟揾佢算賬。咁我個夥計咧都見夠鐘咧就落閘，嗰啲咬謝幫係唔俾佢落閘啊！哇！嗰個導演喺個試片間嗰度咧驚到瀨尿。而家就俾大家睇下1983年新藝城電影《我愛夜來香》當年午夜場嘅情況。大家睇到午夜場嘅虛憾，導演泰迪羅賓都有出現，證明佢對套片信心十足。《我愛夜來香》咧係鬼馬智多星嘅兄弟作，鬼馬智多星係徐克加盟新藝城第一套電影，就憑呢套電影咧係攞咗佢人生第一個最佳導演獎，係金馬獎。而電影裏邊嘅一對男主角林子祥同泰迪羅賓火拍林青霞，再拍多部《我愛夜來香》。鬼馬智多星咧係講30年代嘅偵探，我愛夜來香咧係講30年代嘅間諜。兩部電影咧，小弟咧都係有份參與劇本嘅。百明哥今日要唱嘅係《我愛夜來香》嘅電影主題曲，林子祥主唱嘅《夜來香》。那千般優美夜色，有百般恩怨回響。月夜願有你一懷，在花下千枝紅，人生充滿芬芳。那陣風好似為我吹，那樂聲高唱為我響。月夜願有你一懷，在花下千枝紅，人生充滿歡暢。春
《夜來香》咧就係我同新藝定最近拍好一部戲啦。呢出戲咧我都係做翻一個好裸嘅私家偵探，仲有咧一段係好浪漫嘅愛情。在這部戲裏，我的名字叫艷紅，是一個很懂得利用感情做武器的厲害女人。我諗我《夜來香》係一部間諜喜劇片啦，咁間諜已經係真真假假啦，咁愛情又係真真假假，咁啊間諜溝愛情，咁啊邊樣真邊樣假我都唔知㗎。即係樣嘢都有第一次啊，亦得多人取啊、發明啊，阿老媽佢哋鼓勵，呢個階段我始終都要進入嘅，好多理論啊咁講，不如自己實踐下啦。夜來香，我為你歌唱。夜來香，我為你思量。我為你歌唱，我為你思量。我傾出心裏樂章，唱出心裏夢想。越夜越有你入懷，在香港痴痴悶，從此長夜相向。要共你唱盡那夜來香。當年套戲咧，亦由我做監製，泰迪羅賓做導演，而選擇林青霞擔任女主角咧，就係負責策劃嘅施南生同徐克嘅主意啦。嗱，喺冇幾耐之前嘅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咧，施南生同徐克咧就獲得咗終身成就獎，而頒獎嘅人正正就係林青霞啦，實在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安排。咁好高興見到佢三位老友記咧係再次同框嘅。我見到呢個咁溫馨嘅畫面，我都覺得好感動。咁最後亦要恭喜徐克、施南生奪得終身成就獎，實至名歸。中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。下條片見。